梦，袂食袂困，目眶红，绝情绝义将阮放。命身躯躯交别人，5月花，怨叹你一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虽然有真侪男性来伫咧放送着女性，但是嘛有真侪男性来受女性的欺骗啦。我就是千千万万的男性中被女性欺骗的其中的一个仔囝尔。想起着5个月前我受阿花仔欺骗的迄段感情，互人听落到底会可怜。想袂到阿花仔是一个用花水性的查某。当在5月火蝶要出现的时阵，伊就绝情绝义，在我的面头前假啼假哭，用嘴烂假目屎，靠讲伊歹命要去跳海。我一个袂放心，对后壁去甲看卖，哼，才知影伊是走去夜市仔咧食点心啦。就安尼利用我无伫的时阵，将我数年来甲人做牛做马所赚的艰苦钱，拢甲拐快去，看我无良心。阿花啊！你是一个天下间最无情的女性，安尼好，我看破啦。对现在开始，天下间所有的女性，亲像阿花仔你这落排骨排骨的，我绝对无爱交啦。也毋过若有迄落大大块啊、肥肥啊的迄款的，我就加减哦。5月花，蕊乱。乱开，假情假爱的世界，只是变心无人知，无情晓我不应该。5月花，真真好厉害。天下间的女性是百款，当今的社会，现在的查某囡仔伫咧交爱人，一人介意一款。有的是爱交迄落缘投的，也有的是爱迄落好斗的，也有的是你爱迄落感情交的，也有的是专门咧送迄落大头的。原来迄个阿花仔是专门伫咧介意着我的仙头。我一个无仙头，伊安尼包袱啊、棉被款的活哩做伊走，完全拢无活头。啊，俗语讲得好啦。讲做着歹田可以望后冬，也若娶着歹某是规世人。所以天下间的女性最惊就是踩花芳，也若男性最惊就是拗花丛啦。我在这个所在劝诫一句，希望全世界所有的女性，大家都提出真情来鼓励纯情的男性，创造美满的家庭，安尼唔才会当过着幸福的人生。看到无？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做着歹田梦后冬，娶着歹某规世人。女性若行在花旁，男性最惊红花丛。5
叹叹你一人。